2堂礼拜在2分钟后开始。大家平安，很开心，星期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赞美神，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开口来唱。主，因为有你，我们满有能力。我们一起拍手。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涌出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一起大声唱。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现在要找3个人跟他说，很开心一起敬拜赞美神，很开心一起敬拜赞美神。我们再一次开口来唱。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涌出在我里面活着。大声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再次从头。主啊，我们的盼望就在你里面。我们一起开口。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涌出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一起大声。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我们充满力量。主啊，除了你，我们在地上也没有任何所爱慕。我们一起开口。除了你在天上，有谁
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主啊，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我们要大声的对你来唱，主，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们。除了你，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到永远。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出来，我们要大声的对你来唱。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我们大声的宣告，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到永远。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充满恩典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真是我们的力量，即便我们有时身心软弱，但我们总要依靠你，我们要靠你得以刚强。主，你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最大的靠山与安慰，有你同在，我们得享心灵的富足与平安。主啊，我们渴慕一生有你同行，求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手所作所行，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愿你充满慈爱的恩典，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孩子再次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唱这首歌。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肠肉体向你呼吁。万军耶和华，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
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主啊，我们要再次从头对你来唱，我们渴慕与你同行。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主啊，我们渴慕有你的同在。主，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不足，但你一样深深的爱着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感谢你，我们将我们的一生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求主看顾带领。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用信仰告白，我们用使徒信经，请站立。我们仍然，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宇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玛利所生，在本多贝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现在奉献，请奉献的同工。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你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你的恩典够用，我们要以祷告的心寻求你的面，将那看起来又大又难的事交托在你手中。你必要帮助我，光照我软弱的地方，让我勇敢向前。因为光若进来，黑暗就散去。我们是光明之子，要大声呼求，你是信实大有能力的上帝。谢谢天父，让我在属灵的家重新感受被你爱围绕的美好，有牧者喂养的饱足，有教会群体的扶持，使我勇敢不再逃避所遭遇的问题，赐下盼望在我心里，因为我知道你的手要扶持我，让我在生命的破口处站立得稳。你是我坚固的磐石，在干旱之地是甘泉的神。清明时分，我们怀念我们的至亲长辈亲人，他们美好的脚中以信仰是我们永远追随的榜样。这时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祈祷，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下个礼拜的侍奉请大家有安排到的预备心来准备。那我们看周报里面的教会的消息今天是清明的联合追思礼拜，我们在第一堂也有做过那我们二堂也有感谢上帝，让我们每个我们所爱的家人，或我们之前就是可能长辈阿公阿嬷、外公外婆等等，那他们留下了美好的脚踪。我们希望我们这后代的人都能够继续来追随那我们今天教会第二个就是没有爱餐跟大家报告一下。那新月光读经手册楼下有，可以自由拿去。另外第四个就是财务报表也在公布栏请大家参阅。好，那我们有个肢体消息，就是我们志敏兄，他在4月10号有个告别礼拜，在这里以大家来关心。那我们现在呢，要进行今天清明的追思我们里面当中也有一些我们的亲人我们不像主日礼拜那么多，那我们还是来在这个时候追思我们的亲人。
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得永生，我们都会相约在主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2章12到22节。以弗所书第2章12到22节。我这边从12节开始的哈。要记得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在所应许的约是局外人，而且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从前你们是远离上帝的人，如今是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因为他们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两方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促成和平。既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就借这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传和平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双方借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稣为自己为房角石，靠着他整座房子连接得紧凑，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一节牧师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合一看见美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如果前面有圣经啊，我们可以翻开新约圣经212页啊，新约圣经212页，因为今天少了2节的经文。死亡对非基督徒来讲是永远的分离，但是死亡对基督徒来讲是开启永生的大门。死亡对基督徒来说是回到永远的天家。在圣灵里面，我们的亲人其实并不是真的离开我们，我们真的是相约在主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这样混乱的世代，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局当中，主，愿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主，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的障碍、高墙，想要吞吃我们。愿你透过你的话语，亲自来安慰我们，亲自给我们亮光，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时代越来越进步，其实我们生活一般普遍还蛮富裕的，但是会有一个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有一点距离，好像有说不出的一个东西在隔绝了我们。尤其经过3年的疫情之后，很多的数字告诉我们，很多人已经习惯在网络上面听讲道，已经不回到教会里面。
这个感谢主，建成这样的人不多。我们慢慢习惯用网络处理一些事情，网络虽然方便，但是也渐渐成为分开人与人之间的那一道高墙。我们都知道墙、门好了，它有分隔，但是它也带来什么疏离。另一方面是有这个墙，有这个门，我们会比较安全感。一节牧师每一天晚上哈，因为我不知道牧师馆的钥匙到底有多少人有牧师馆的钥匙，我每一天晚上，我一定会到最后之后，我会把那个扣上啊。除了这个，我会把它扣上。扣上那个门之后，我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不然可能我会自己幻想，等一下谁会跑进来，右叔跑进来，上进妹跑进来，类似像这样。墙的存在，常常会我们分为墙里面的人跟墙外面的人。墙里面的人可能觉得我比较有优越感，我胜过墙外面的人。其实从古以前，常常就有一种有形跟无形的墙，将人分开、分阶级。我们听过一句话，就是“万般皆下囚，只有什么读书高啊”，意思就是读书啊，士农工商，就把我们每一个职业分得很清楚。在2次世界大战很有名的柏林围墙，柏林围墙成为独裁者控制人的思想跟自由，它筑起了一道高墙。很多人因为这个高墙来牺牲生命。牧师为了这个墙，也特别去调查了一下美国跟墨西哥的边境，在历任的总统他们筑起的这个墙有多长？你们知道吗？1600公里。1600公里有多长吗？台湾的北部跟最南端总共400多公里，也就是说，墨西哥跟美国他们有一个墙，好几个台湾隔在那边。这个墙将墨西哥人跟美国人分开。这个墙叫做防止墨西哥的人偷渡移民到美国的墙。以色列这个国家其实跟我们台湾的大小差不多，比我们小一点点。17、18年前，我跟志梅牧师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件墙已经在了。如今那个墙在以色列有筑起了一个700公里的墙，隔离犹太人跟非犹太人那个墙，种族的墙。我们台湾也很长的一段时间，受政治跟族群2座高墙将人分成好几块。你是外省的，你是本省的。本省跟外省结婚叫什么？欧汉籍，客家的、原住民的。其实华人受传统思想，我们常常用阶级、学历、权力、职业，甚至现在用分数、业绩，这些高墙影响。造成我们常常彼此的关系有距离，我们有竞争，有纷争，甚至造成冲突不断。以色列就好了，他们以为他们700公里的墙就可以隔绝，哪知道这边可以从地底下弯，从高空飞去攻击以色列。这个墙不但没带来和平，反而带来更大的一个冲突。其实，在2000多年前就有这样高墙存在，将人跟人、将人跟上帝隔绝。牧师要透过今天这段经文，经节有一些长，但是要透过这个经节，让我们知道这些墙如何被打破。我们如何在享受在没有围墙、很自由的。我们说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宝岛，我们可以自由的呼吸。我想干什么，我可以骂总统，你们也可以讲牧师的不是，都很自由。这个墙呼吸，但是最后我们要带到一个，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14到15节。今天的经文14到15节，
牧师来读一次哈。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上帝拣选我们，从以色列历史可以知道，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希望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祝福万国。所以以色列他们是一个上帝立约的一个百姓，这是上帝给他们一个荣耀的职分，他们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忘记了这样圣约的呼召，他们陷入在罪恶的当中，以至于整个国家被掳。虽然最后上帝怜悯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但是他们已经忘记了这样他们神圣的呼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他们用文化跟宗教的高墙，他们透过律法、诫命、规律来区分什么？我是犹太人，外面是外邦人。他们把人分成为墙内跟墙外。外邦人在以色列眼中是很低阶级的人，他们被藐视、被贬低，甚至他们像犬类一样，跟狗一样。他们不小心进入圣殿，就是唯一就是死路一条。犹太人在宗教上面，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觉得上帝只爱犹太人，上帝只爱以色列人。牧师是为了这个去查一些资料哈，甚至有犹太人男子不小心娶了外邦人，或者犹太的女子不小心嫁给了外邦人，他们的家族就会帮他举行葬礼，宣告他们已经死掉了。这样犹太人跟外邦人这边两边的人，他们的敌对是这么的严重。犹太人他们受掳归回之后，他们矫枉过正，他们错误理解上帝对世上人的心意，他们阻挡外邦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继续的12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那个圣经212页。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哈，来，请。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12、13节在想什么？外邦人以前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要回想我们的处境，我们要常常回想以前我们的本性是怎么样。我们本来是没有盼望的，我们跟上帝是隔绝的、无份的，因为罪恶、贪婪、无知的高墙遮掩我们内心的心眼，让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一生去追求外在看的虚无缥缈、会消失的东西，钱财、地位、名声。我们都知道，当大自然反扑的时候，当这样地震的时候，你赚的再多，其实都没有用。因为我们的无知，也让我们去拜那些手里所创造出来的神明跟偶像。世上的人失去了方向跟盼望。从第13节的后半段，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契机，靠着耶稣基督的契机，原本阻挡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石堆好了，我们说那个墙石堆，或者是我们阻挡在我们跟上帝的那个高墙，是不可能会破的。因为按照犹太人他们想法，只有他们才是上帝唯一的选民。但是耶稣基督呢，打破了这个高墙。
耶稣基督的牺牲是最大的神迹，也是最大的好消息。弟兄姐妹，我们以前是无份于这个福音的，我们以前在远远的羊圈外。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福音100年前从欧洲许多的宣教师带到了台湾，如今我们才可以进入在这个羊圈里面，跟以色列人同享上帝丰盛的恩典。接着经文16到18节这么说，16到18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十字架将两下归为一体。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并且要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远处人就是以前的外邦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近处的就是本来敬拜上帝的这些犹太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动，得以进到上帝的面前。耶稣时代犹太人期待的弥赛亚基督是强而有力，可以推翻罗马政府的基督。我们就知道，就是看福音书里面，就是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前，他们所期待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当他们看到耶稣行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看到耶稣传讲的是信息是那么有力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想：我们跟对人了，我们跟对人了。他们期待耶稣做王的时候，一个要坐右边，一个要坐左边，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天父上帝的心意和我们世间人所想的是不一样的。以暴制暴，只会让冤仇越来越深。以暴制暴，只会让那个围墙越筑越高，让那个墙越筑越长。基督他是传和平的福音，上帝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用基督无罪的基督换为有罪的我们啊，也用基督的义替代我们的不义。基督亲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过。十字架成为救赎的一个记号。基督的牺牲除去了那个在世上那个罪恶、那个障碍、那个高墙，打开了我们可以接近上帝那个义，让我们在圣灵的保守之间，我们可以享受怎么样？享受我们跟上帝的和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的一个经验。当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常常有争吵，夫妻也常常有争吵，儿女之间也常常有争吵。我们常常在公司里面跟上司不对盘，常常是我们自己筑起了我们自己的墙。可是当我们跟上帝和好之后，有没有觉得，我们跟自己也会和好，我们跟我们的另一半也会和好？当我们改变了，另一半也会跟着改变。基督的牺牲让我们重新可以成为义，让原本污秽的我们被洗干净了，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跟上帝和好之后，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就可以没有距离的合在一起。加拉太书3章27节到28节说：你们这些领受洗礼跟基督连结的人，你们已经穿上基督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我们活着。当我们是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去分犹太人跟外邦人。我们的社区关怀据点，在7年之前，牧师常听说，里面常常分说，那是社区外靠来，那是社区外面来的。也是因为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观念，以至于我们的社区那时候办非常辛苦。其实他们都可以感受到我们是不是善意的，他们都是外面来的，
然后用我们的水，用我们的电，我们还在区分这个。保罗说，我们不要再是奴隶或是自由的，男人或女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成为一体。基督的牺牲，让我们看到世人成为一体的美好，不再有纷争跟冲突。我们看最后的3节，19到22节。我们首先来看19节，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可是你会问牧师，可是现实并不是那么的美好。我们有时还常常对这个社会、这个环境，我们有许多的失望。我们生活当中一样有许多的重担。最新一期的商业周刊，大家知道吗？我们现在被分为5代人，我们现在是有5代同堂，你知道吗？好，我们现在刚好这边有5代。婴儿潮60岁以上是一个世代，刚好这边有一个郑梅姐，你是一个世代啊。第2个世代是叫 S 世代，啊，是我44岁的到59岁的，哦，我们是 S 世代，哦 ，Y 世代的，来 Y 世代举手，29到43的举手，29岁以上的，好，你们是 Y 世代，你们是 Y 世代。接下来世代的年纪就很近了哦。历世代，25到28，来25到28举手。哎，怎么还25就一个，好，24岁以下举手。哎呀，你们是最新世代，00世代，00世代，谁？廷义，你也是00世代的，哎，不错不错，日益更新哈，日益更新。我们现在有5个世代同时生活在台湾，这个是从来以前没有的世代，没有的。我们不要去羡慕另外一个世代，每一个世代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职场上面，都有他们的困境跟难题。台湾依然在政治上面内忧外患。台湾依然在族群上面偶尔会被挑起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会在台湾，我们处于地震带，尤其这一阵子真的是几乎天天24小时常常都在摇。我们也常常会经历生老病死。最近的地震，花莲这次7.2地震，我们真的要感恩啊！我觉得上帝对台湾真的是太恩待了。以7.7以上的地震，几乎很多世界的房子几乎都倒塌，死伤都非常严重。花莲除了那个房子倒下那个老师进去救猫的那个老师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在山上工作的这些。但是这些里面有50%都是我们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在那边工作。前2天牧师有跟我们长老教会的教会公报，他来找牧师喝咖啡，我们在聊聊这个事情。这么多的无常，也有我们的自己的弟兄姐妹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我们从19节，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美的画面，就是说我们不再是，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不再会被这个世界所限制。我们虽然活在世上，但是我们不被世上所限制。也就是世上的这些的劳苦病痛的事情限制，我们不再是一个外人客旅的，我们是跟圣徒同国。这个圣徒同国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属于上帝家里面的人啊，我们是住在上帝殿里面的人啊，基督徒，我们是住在上帝殿里面的，而且我们有一个永恒盼望的一个家。死亡对基督徒来说是开启永生之门啊！我们有一个永远家的一个盼望，因为这个盼望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赢过在世上碰到的一个病痛，跟我们在面对我们职场上面，我们甚至在我们家庭上面，我们在婚姻上面的一个艰难。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就是基督徒。基督的门徒，但是牧师知道，
很多人轻看基督徒的身份。有的人觉得基督徒的身份很容易得到，但是以牧师的经验，我觉得我得到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是，我活了33年，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身份。我觉得这个身份是非常难得，而且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职分。这是一个超越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就是说超越世上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再讲犹太人，我们现在就是基督徒，是超越世上所有的人，是地上一群新的人类。我们是新的人类，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是受上帝亲自掌管的一群百姓。我们不是说你可能有美国的户籍，但是我们不是说美国人户，我们是有台湾里面，我们不是说台湾管。我们这一群属灵上面，我们已经拿到上帝国护照的上帝子民。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不要再受族群的高墙、政治的高墙、皮肤颜色的高墙。白人看不起我们黄种人，我们黄种人看不起什么人？黑人，是不是？以前我在金门的时候，我们金门人为了凸显我们自己，我们把台湾来金门当兵人叫什么？呆包。我们称他呆包、台胞，我们就这样，我们常常用很多的墙在隔绝。我们不要用语言、阶级、工作那个高墙来限制我们。在这，我们还有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承担起这世上的责任。最后20节到22节，我们来看。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各房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灵的殿，我们各房靠基督，我们要联合在一起，渐渐成为主上帝的圣殿。里面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如今有一些教会的情况，让我们非常的担心跟害怕。教会里面不但没办法做到合一好的弟兄姐妹的连结，我们却不断在教会里面制造新的高墙，许多的纷争，许多的不和谐，许多世俗化的东西进到教会里面，最后甚至造成教会里面的彼此的对立。建成教会有吗？哎呦，感谢主人，大家摇头哈。我们有分党结派吗？你喊有啊，好，那你等一下跟牧师分享有哈。右书一派，我们的牧师、长老、执事有高高在上吗？我们有阻挡新的朋友加入我们建成教会吗？我们有彼此嫉妒、猜疑，还是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教会呢？受伤的羊，我们是去关心扶持他，还是我们在这样受伤的羊的伤口上面撒盐巴呢？弟兄姐妹，2000多年前，犹太人他们没有尽到上帝选民的责任。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要借着他的后裔来祝福万国。如今，这祝福万国的责任落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不知道我们的责任很重大吗？基督徒3个字，其实我们是要背十字架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成为世上的光跟盐。当我们常常讲说，很多人都不来教会，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成为光跟盐，因为我们没有让他感受到我们真的爱他。我们今天有一个弟兄哦，他有感受到爱，他台语堂就做1堂了，华语堂都在做一堂，他是唯一做2堂的啦，跟牧师跟郑梅姐一样，他有感受到爱。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说：“岂不知道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今天宇轩带的歌里面，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意思是什么？
我们就是要抓住耶稣啊！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就好像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啊。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生命当中的风浪，但是我们要永远在里面。这样子，我们属灵的生命才会渐渐长大。我们不要碰到困难，我们就逃开；碰到困难，我们就逃开。两位牧师在牧会的旅程当中有没有困难？有啊。我们会不会摸到裤子就逃开？不会。学不会的功课会再让你学。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才会不断的经历成长跟换新。只有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看到合一那个美好。在你身上，在教会里面发现。牧师在建成的7年当中，看见建成教会领受很大的上帝的恩典跟福分，教会也愿意承担起这样合一、传福音的一个责任。我们在各团契里面都展现这样的一个合一。看见那个美好在里面出现，很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的各团契里面。我们的社青，牧师不喜欢数字，牧师没有很重视数字，但是数字有时会提醒我们。2017年来的时候，社青聚会的人数大概7个人，那但是有时候这个人来，那个人没来，平均大概7个人，那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很美好。尤其我们简大哥，他还是反正每个人，但是其实我不晓得，那至少很期待来可以吃点东西吧。社青期待去吃点东西的请举手。哎呀，我子怡很用洗手哈。那个佳佳也洗手哈，梦中好像也洗手哈，对。简大哥，大家很期待来吃点东西哈。听说他从早期已经准备了快20年了哈。他就是这样持续在准备东西。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不管2个，佑华跟我分享，不管2、3个，他们就是每个礼拜持续来。一直到2020的时候，10个人，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大概有10个人。在去年的当中，突然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来了15个人。我们现在不小心聚会就有20个人哦。而且大家知道啊，社青在一般教会里面，顶多1个月聚会1次，或者是1个月聚会2次。聚会的时间都在什么？礼拜天完之后，顺便来做礼拜，就顺便聚会。礼拜4其实大家上班很累，还跑过来聚会，牧师其实也很感动。牧师在社青里面可以看到，好像仿如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受伤的羊。我们不是一直在夸自己多好多好，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真的呈现一个上帝的爱在那个团契里面，大家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互相关心。因为这样的合一，让我们看见什么？神迹奇事就在这个团契当中来展现出来。牧师最后再讲一个，就是我们的经常费。一个教会运转也要有费用啊。靠谁的奉献？常常有人说：“恁教会真有钱耶，真好呀！”我们教会没钱，我们教会是看每一个弟兄姐妹奉献的。他是这样子哦，因为很多外面人其实不晓得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当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生命增长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责任。我们愿意承担我们的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信仰群体里的责任，也因为我们愿意承担责任，上帝也会加倍祝福在你的职场上面，在你的家庭上面。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经历了很多的恩典跟慈爱。我们2017年，我们每一年都在成长，我们更不觉得疫情，很多教会都往后。我们一样在成长，我们每一年都在成长。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是380几万，我们每一年成长。2018一直成长，到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成长到523万。我跟正梅牧师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感谢神。上帝啊，你真的很爱我们，
建成并不是一个说有哪一个大老板。我们听到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那个里面有大老板，一年就捐1000万的。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大老板，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很愿意，不止服侍，献心献力。弟兄姐妹，有主同在的信仰团体，有主同在的你，就会有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这个神迹奇事可能是关心到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可能要细细回想，你就会知道，甚至你的身体，你也会有美好的见证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盼望我们建成继续走在这一条有基督同在、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会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跟着敬拜团一起来唱这首《主啊，求你带我进入你的同在，让我不要被这个世上的一切都吞吃了。让我们不管在多忙碌的时候，主你常常与我们同在，主常常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到你的同在里面得到安息。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天父上帝，我要奉你的名，大大的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将我们那个骄傲的墙，将我们那个嫉妒的墙，将我们那个生命当中猜疑的墙，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隔绝去。主，我们也知道有许多弟兄姐妹被他们的原生家庭的那些老我、那些咒诅、那些不堪的回忆所捆绑着。主，我们要奉你的名将这样的墙来隔绝。主，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过。复活的基督盼望的大人将临到我们的身上，愿我们能够珍惜基督徒这样一个身份。主，我们要说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有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你同在。我们不管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主愿你使用我们，愿你的爱激励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职场上面，在每一刻上面，都能够成为那个光、那个盐，来照亮世上的黑暗。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带着回家。我们一起拍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我们一起嘿哦。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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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嘿。